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初7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关心中国武汉佮找无原因的肺炎，到昨已经有50例哦。一边关键数是推测，这波的感染有可能是甲接触到鸡、鸭等动物有关系。香港食物卫生局昨暗暝召开下部门的会议，决定要甲武汉的肺炎当作是法定的传染病。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华南海产批发市场爆发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初五暗时，中国官方公布增加15例病例，累计病例有59例，同前月原本的11例变做7例。目前因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SARS 和 MERS 等呼吸道病原的可能。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决议修订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 将严重的新型传染病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法定的填报传染病，预计这礼拜刊登憲报随生效。那咱台湾的疾管署推测，当前减少，将有可能是向检出有其他感染源向排除。认为这摆肺炎群组感染，将有可能是跟接触家禽动物有关系。可能这些人都受到了，就是被某一种动物的感染来源感染嘛，所以但是目前这个动物可以传给人，但是人传人并不是很明显。疾管署表示，冠状病毒稳定期上长有14天，若是无新的病例出现，人传人的风险就会降低。在国内疫情方面，第3阶段公费流感预防针元旦已经开始注射，为了增加民众注射的方便，疾管署特别甲真人超市合作。 为初六开始连续4天，伫全台78个门市设注射站。到现在，它已经有400多万人接种了。但是我们想说，已经过年快要到了，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民众在过年之前呢，尽快的来接种这个疫苗，让你产生足够的保护力。 因为旧历春节假期都要到了，疾管署提醒，定往来两岸的大乡甲民众一定要定洗手、挂嘴安，做好防护措施。那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收到中国相关疫情的通报。 根据目前掌握资讯，无建议对中国实施任何旅行或者是贸易限制。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甲昨同款哦，拢是好天的天气，吹东南风哦。只有花莲、台东附近会落淡薄仔雨，西半部嘅金门马祖早暗会大雾，西半部地区爱特别注意空气污染。高雄、屏东哦，甚至是红色嘅警示等级。 也毋过空气污染哦，明仔载就会改善，因为明仔载哦有一道锋面会通过，刷来东北风增强，会有一波接近冷气团等级的冷空气来。也毋过这波冷空气的水汽较少，天气变化无介大，预计会影响到拜五。 拜六投票日应该是好天气。咱来看气温的方面哦，今仔是较烧热，此时各地温度上悬会使到25度到29度，也毋过透早各地温度只有16度到19度，特别是西半部，日甲暝温差有可能会到10度左右，爱特别注意。尤其是明仔载冷空气报告哦，所以整体气温又会降低一点啊。 刷来，来看苏花改哦，昨下晡4点全线通车。行政院长苏贞昌伫主持通车典礼时阵，特别感谢工程人员哦。伊强调讲，民众需要有一条安全登去处理的路。另外，外界质疑讲，国道5号哦，会雪山上磅坑甲环苏花改哦，有可能会同齐时来塞车。交通部长林佳龙是表示哦，会加强来宣导分流。2、1。 启动constru球代表苏花公路改善工程，也就是苏花改专线通车。预计台北到花莲赛车的时间会当省1点钟。主持通车典礼，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向工程人员表达感谢。苏花改通车了，这是经过多少人一凿一锤、一挑一担的辛苦，我们要特别感谢沿路来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辛苦，我们的乡亲一直需要一条 安全回家的路，今天的完成不是结束，而是一个阶段的完成，又一个新的阶段。
苏花改伫咧初六下晡4点正式开放专线通车，毋过外界烦恼落岛效应，因为国道5号线线崩坑依然落单2线道，每点钟通过量是1800台到2000台。苏花改车道是改换做1线道，限速降低，预计每点钟通过量是1500台。等于讲，国5接苏花改落单每点钟可能会累积300至500台。到时阵过年的时阵，可能会变做台北花莲行车时间都偏向是3点半钟，上最到8点钟。林佳龙表示会来宣导，就是非常戒慎恐惧哈，所以我们要做好宣导啊，大家能够挑选不同的时间啊，也能够分流，给大家更多的交通资讯，很多人就会做好自己最有智慧的这个交通的行程的规划了。林佳龙强调讲会加强宣导分流，苏贞昌是讲已经请交通部好好规划，甲民众宣导要安怎使用新路网，佮讲包括东澳甲南澳、和平至河中等等的阶段，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也就是苏花案，去年底已经核定可行性的研究，预计要投入359亿，会继续来替花东乡亲安全转去的路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苏花改昨下晡4点通车，有4间客运业者提供服务，毋但使用新型的巴士哦，而且24点钟拢有车帮。头一天是拢客满，也毋过刷来订票率只有1成，巴士敢会去影响到火车甲船帮呢？嘛爱搁观察。为了要让苏花改通车了的客运巴士有所在通好接旅客，花莲县政府是甲火车头的北边空地刷出来做转运站，目前总共有收到台北、统联、柑仔兰各共4间客运加入来北华运输的服务。新型的车坐起来真舒适，和台北甲花莲有真侪旅客特别来体验。想说来体会一下，就是搭客运的话，从这里回去台北，那沿路风景可能也会不一样。虽讲头一班车客满，毋过后壁几天的订票率却干那1成，一寡新买的巴士拢爱8-900万，和业者嘛真烦恼业绩的部分。订票率大概只有1到2成。那未来要大概几成才可以达到停损？那预估的达到平损，大概约要到载客率到6成左右。伫咧台北南港转运站是有民众特别走来买票，想要坐第一班北华客运。以前我们都是会先提早去买，对。那我们想说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那我们就来看看。我的讯息是前2班已经客满了，那后续当然还是陆陆续续有一些售票目前第一天的售票是还不错。那后续的一些预售票目前大概是1-2成左右。下晡4点，苏花改正式开放了，已经出现真侪车，虽讲落雨，毋过车流真顺。入去崩坑了后，是要特别注意区间的速度。苏花改的这个公路的感觉怎么样？很平顺。隧道里面有一个叫区间测速，而且它不能出去的时候不能太快，不能太慢，要在60里面。若是苏花改通车了后，敢会去影响到台铁？台铁表示，英国北华新客量一天到3万人，毋过伫咧苏花改通车进前，平常时就已经降到25000人，实际影响几成，佫需要观察一阵嘛，才会当有正确的统计。还是会影响啊。那至于说影响的层面影响的程度到多少，事实上我们还是要看那个实际的我们的那个运量。若是那些公路的方面，目前热人是东丽航运经营的列那轮，每礼拜一个来回航班。去年9月份开始，北丽航运引进南出轮，每礼拜3个来回航班。外界拢传讲会评估，敢是要退出航线，毋过2间公司拢无正式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各地客运受到台铁和高铁影响是一直了钱，票价嘛真久无起。客运业者就希望讲交通部会使以公路客运同款的方式来补贴起价的票价哦。交通部是表示会来检讨客运的成本，嘛希望以联合经营的方式来互客运业者来做伙排班整合资源。受到高铁、台铁冲击，加上各道客运票价近1年无起。了解真严重，有客运业者希望检讨即卖票价，向交通部争取比较公路客运补贴。在我印象里面，国道客运的运价应该已经有1到10年都没有调了吧？油价、场站租金，还有同时是用6期环保，所以这整个成本都提高很多。公路客运票价去年要起17%，交通部去年第4季以补贴方式取代起价。业者指出，各道客运要塞并免落单，希望政府便有算补贴票价，达到双赢局面。由政府编列预算。对于它调涨的票价部分，由政府来吸收，可以兼顾成本来经营。那旅客呢，又可以不用涨票价。
对外团客运要起17%，交通部澄清，各道客运票价无要起，不过会检讨客运营运成本加计算方式，具体补贴比例要经过专家精算核定，还未定限。补贴票价来取代涨价，所以网络上在传言的国道客运要涨价，这不是事。那另外，我们各个业者有达成协议，会来推动联合营运。除了检讨票价，交通部也计划推动各道客运联合营运，旅客只要提一张票到站，互无共款客运联合排班，整合资源。我们资源不要浪费，我们联合排班以后，我们资源就不会恶性竞争。如果能够先做联营的机制，透过台中的转运站，把所有路线去整合起来，去做联合排班调度的话呢，就可以有效减少我们国道客运的营运成本。对联合营运规划，业者甲学者拢真支持，认为用整合资源降低成本。学者佫建议先透过台中转运站试办联营，以减少财政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今仔报纸新闻。先来看《中国时报》，有指竞标昨的标金冲破1000亿。中华电信的董事长是以看袂到收尾现象来说明业者的竞争。NCC 嘛又搁呼吁业者爱理性冷静。有学者是认为，标金这么悬，未来有指食到饱的资费可能至少爱2000块。再来看《联合报》，昨国发会通过台北捷运东环线可行性的研究，确定采用瑞公路的版本，转线地下化，连接板南线、松山线、文湖线、文湖线、甲信义线等4条捷运的路线，上计2023年开工，2030年完工。再来看《澎哥日报》，各道客运的票价已经真侪年无起，最近业者是话讲要起17%到20%。交通部原则上是支持，也毋过会来计算成本，政府来补贴，到底要起偌济，补贴偌济，爱得等专家来算好详细，才会来决定。再来看拜六特别投票咯，昨是有昨是毋是上班上课的日子，也毋过民进党伫嘉义县造势暗会哦，现场嘛是有足侪支持者。总统蔡英文除了强调伊4年来的成绩，伊嘛批评讲对手哦实实在在的政见根本是无几条。民进党初六暗时伫嘉义举办造势暗会，希望30立委拢会当选上。那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之前台嘛讲到，嘉义是民主圣地，中国继续要并吞台湾，大家爱守护民主价值。香港反送中的事件已经互咱真清楚看到，一国两制是失败，9二共识嘛不可行。咱一定要支持蔡英文总统，和蔡总统高票连任，和台湾袂正做第二个香港，袂正做第二个西藏。虽然假当工爱上班，暗过支持者也是拢出来支持，现场的人是吵。主办单位讲有10万人到现场。总统蔡英文对感谢嘉义乡亲支持，嘛讲政绩批评对手具体政见无几条。我的对手选举到现在，具体政见没几条，辩论会、政见会，他也没有把握机会来说明国政，把所有的时间他都拿来骂我。骂我不要紧，但是我要想问他，总统是要负责解决问题，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哪里？蔡英文嘛批评顶礼拜军队出意外，对手牵拖是国军的问题，强调选举卖三甲安尼。那今日早起行程，蔡英文会继续伫嘉义拜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昨暗嘛伫嘉义市造势，由韩国瑜的牵手李嘉芬代替韩国瑜参加暗会，这2场只有离5公里左右哦，有拼场的感觉哦。也毋过李嘉芬是讲哦，伊甲韩国瑜规工拢互媒体甲民进党抹黑，伊希望民众会使用选票，互民进党政府落台。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因某李嘉芬就出现，现场支持者情绪真激动。国民党初六暗时伫嘉义举办造势暗会，暗个原定出席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取消行程，由因某李嘉芬代替。伊讲家己甲韩国瑜是天下上恶的翁仔宝。所有外界所说的，我一点都不在乎啊！夫妻之间的
发生了什么事。伊个讲，年解和公共教受不了，农作部继续摆，一日一休露出对立，批评蔡政府伫讲变，因为韩国瑜无到现场，主办单位原本就是人无事，结果排队1公里，主办单位讲现场有5万人。教会的一关市，2届县长连续4任的人，哦，2个县长陆总因为贪渎叫判刑，你甲看这是不是嘉义县支持对不对？台东在铁路地下化改为铁路高架化的时候，觉得有中央来补助，但是嘉义却要自筹38亿，这合不合理？这不合理，对不对？另外，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名单排名第8，王中军嘛可以全力支持无党籍候选人林国庆。佮讲到林国庆将拍败民进党的候选人陈明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军的乌鹰伫升机的意外，造成8人死亡，5个人受伤。国防部长严德发昨是到宜兰县消防局去感谢搜救人员，将对运安会指证讲，这件事故有80%的几率，毋是机械故障，嘛毋是天气的影响。严德发是讲外界无应该乌白药。国防部长严德发前日特别到宜兰县消防局表达慰勉，因为国军乌鹰直升机迫降新北宜兰交界山区，造成8死5伤。宜兰县搜救人员伫山区空手开路救人。严德发感谢消防员将伤害降到上低，不过对运安会有关原子乌鹰事故80%应排除机架故障、天气因素。严德发讲，外界不应该乌白药。不外乎这个一个基建、一个天候、一个人为，这3个方面都要综合去做体现，才会有结论。现在我也希望外界不要多做预测，以免有一些影响。伊强调，等各方面查证完成，会赶紧公布结果。不过传出国防部内部对运安会官员发言不满，甚至建议对运安会采取法律行动。运安会主委杨宏志讲是误传，那个都误传啊，因为我已经亲自问过国防部啊，没有这样的事情。目前伫台北队乌3总救治的乌鹰直升机5名生还者传出好消息，原本住伫交护病房的邱处室中将处长黄秋平甲新闻社记者陈应德，复原情形真好，初6早起已经转入普通病房。2位加护病房的黄中将跟陈胜士他们2个的病情不管在心理跟生理方面都非常的好。今天早上再次确认，他们2位提早从加护病房转出。陈总表示，目前5名伤者，不管是心理也是生理复原拢真好，其中详细复原情形较好的，伫事故现场冷静指挥的中将朱进平，将近伫礼拜3或者是礼拜4就因出院。其他4位伤者因为有胸坎腰部骨折，需要换腰复健，爱住院2礼拜到1个月，才看是不是会当出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昨是去故宫博物院参观伊嘛提出故宫南院应该用坐镇的方式来开发。伊嘛出席10月初9开的胜利暗会宣传记者会，呼吁讲选民爱集中选票。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初6早起参观故宫博物院，提出故宫南院坐镇式开发的想法，提升参观人数。未来南部故宫因为在农业的环境里面，可能要照正式的开发，包括了文化，包括了教育，包括了娱乐，包括了休闲，甚至度假等等。如果用这种再造一个城镇方式的文化造镇，那故宫南院有可能会重新这个冲刺起来，让它的参观人数会越来越多，让它的业务量也会比较放大。台湾安全，人民优先。韩国瑜进行伫咧1月初9开到胜利暗会宣传记者会，希望选民集中选票，为家己加国民党立委全力催票。我要在这里呼吁所有的选民能够把选票集中，总统票投登记第2号韩国瑜，立法委员区立委投国民党所提名的区立委，政党票投国民党9号。对民进党前发言人林正吉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阵讲，伊认为支持统一是叛国行为，引起争议了随时节。韩国就是保证当选了会尊重台湾人的言论自由，也请蔡英文将对这件代志交代清楚。另外，张先正伫 FB 直播甲韩国瑜也个发言馆长徐正伟合体，担当部的青年加交通政策。这个要有拍电影，对不对？电影、电视，对电影、电视、影视，还有好多都
不是污染性的产业，都有很大的就业机会，而且是非常创意导向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在那个好山好水的环境，大家灵感特别多。张先生也替国民党的区域立委邮票，希望会当团结泛蓝力量，和上强的人会当下击民进党。因为朴槿惠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立委，造成泛蓝分裂。县长甲朴槿惠干照基金会港台，也被解答华人的立委选战已经选平起。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伫初五用国文无兴台湾敢是反枪来说明乌英直升机的事故，毋拿国防部发声明来回应嘛引起真侪争议。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昨嘛批评讲，国民党推出这款的候选人实在是无适当。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6号一透早来到台南科技公司来参访，针对5号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批评乌英的事件是国文无从良、台湾中邪，宋楚瑜是火力全开批评国民党。国民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脑筋转过来，我在这边严正的跟国民党说，韩国瑜的讲这个话的严重性，他对于蒋经国先生这么样的侮辱，国民党到现在为止没有向蒋经国先生道歉，我表示愤怒。宋楚瑜话锋一转，并批评国民党还阁伫内斗，而且提名这款的人选是要安怎会当继承国民党过去公义的传统。伊认为国民党是无法度领导国家，盼望大家甲票投予伊，重新找回来台湾的希望。不是国民党这些基层的人不了解，是高层还到现在还在斗到现在为止，让台湾继续向下沉沦。你认为像这样的人能够继承我们国民党过去的光荣传统吗？国民党失能，让亲民党来补位，中华民国不能输光。相信郭台铭，政党票请投3号亲民党。选战进入尾仔的阶段，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呼选动作不断，嘛帮亲民党录音来宣传，其中一段是批评国民党失灵，爱帮亲民党巩固泛蓝的选票。根据了解，亲民党的选情之夜，郭台铭嘛会出席，甲宋楚瑜合体来造势。记者王正훈综合报道。再来看台湾民众党要拼2020的立委，党主席郭文地嘛拼命造势。伊若批评哪里伫国会表现了无好，嘛讲民众党尽力欢迎，是为着学习中央政府的运作，为着将来积极来做准备。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体车队扫街行程上北来到桃园，为了要甲民众党杀入国会，郭文体唔敢无拍拼，因为这关系到伊的后一步的规划，为讲话内容可以当感受得到。民众党在国会呢，它第一个作用是示范作用，另外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叫影子内阁。一旦让我们进入立法院，你知道哈，我们就开始很认真的学习中央政府的运作关系了。所以有一天我们自己执政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讲说，我们准备好了。伫车队扫街进前，郭文体先到三重埔替党籍立委候选人李敏蔚来辅选，佮骑脚踏车甲选民有近距离。因为三重埔的选情真激烈，民进党立委候选人于天伫政见发表会上讲三重埔无建设，是因为当时的中央是国民党。郭文体认为这不是理由。兵大的兵大，你知道吼？阿婆维系专看抓 gay 的，你知道？如果照他标准，我什么事都不要做，那这不是理由啊。另外，郭文体有缘互同款是小党的立党批评，下晡到中选会检举，讲伊伫造势暗会时阵，敢若有讲出民调的数字违反选罢法。郭文体是硬讲这种行为不可取。从头到尾听一遍就知道，我根本没有在讲民调，对不对？所以是这样的哈。这个分2个方面来讲，好一点就想说啊，他们就是要冲声量啦哈，也许也是这个叫什么刷存在感。那如果往坏的方面想，你就直接讲嘛，以巴党嘛，侧翼。为了要优待民众党的选情，郭文体全力伫拼，因为伊政治路的后一步已经伫开始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年的香港中联办主任罗慧玲，针对这半年来的反送中运动伊是讲一国两制是香港上大优势。中联办甲香港政府各有社会各界一定会确保宪法、基本法甲一国两制，互香港继续繁荣稳定。
香港去年6月份发生反送中运动，到今也未结束，而且佮地区区议会选举亲中建制派输啊。北京政府真正甲原中联办主任王志明的职务提掉，该换经济背景，毋是港务事务出身的前山西省委书记陆惠玲。近半年来啊，香港的形势让人揪心，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陆惠玲捌做过山西甲青海省的省委书记，1年外进前就任山西省委书记，1礼拜前才打就任中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委。伊佫一概强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国两制的论调，认为无和谐稳定的环境，就袂有安居乐业的家园，嘛希望香港赶紧恢复平静。对香港来说，一国两制啊是最大的优势，相信在临阵特首、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一定能确保宪法、基本法在香港得到全面贯彻实施。甲英国中联办的主任无共，陆惠玲甲香港无啥物关系。香港学者评估，目前也看不出来陆惠玲处理香港事务的态度。毋过拄册来发现，会当预计中联办未来可能会调整做法。从今天早上他第一次见媒体的记者的时候，他似乎还是摆出一副比较有限、原为限的一态，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有大的空间，让这个中联办来调整他前一些在香港的眼光来看不太妥当的做法呢。证监会分析，引用陆惠玲的做法，反映出习近平想要赶紧来处理香港的事务。就算讲香港已经撤回逃犯条例，要安怎回应市民的5大诉求，甲反送中后手一寡抗争行动，对香港政府甲中联办也是一个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搁一个上要紧的新闻，咱来看，针对美军的报复行动，伊朗嘛准备要报复。伊拉克的国会嘛决定讲要叫政府要求外国部队离开伊拉克，美军嘛必须爱离开哦。也毋过美国嘛呛讲，因会有制裁伊拉克的行动。就在伊朗为苏莱曼尼举行盛大丧礼，官方继续放火报复美国的同时，伊拉克国会表决通过，请政府赶走包括美军在内外国部队。暗过伫表决过程中，占少数的逊尼派甲库德族代表选择无去，无要为什叶派的决定背书，因为美军是由伊拉克政府邀请到当地协助打击伊斯兰国 IS 等恐怖组织，是不是要求美军离境决定权伫伊拉克政府无伫国会。另外一方面，伊朗宣布解除提炼浓缩铀的上限，因讲是实际退出2015的核能协议。另外，美国方面，国会民主党阵营批评川普政府无国会授权，就对伊朗动武。除了川普本人伫推特顶悬讲，媒体已经大篇幅报道，因互国会议员就知影。国务卿庞贝奥是讲，未来美国打击的目标，就亲像苏莱曼尼安尼决策者，毋是实际执行攻击的小人物。We've told the Iranian regime enough. You can't get away with using proxy forces and think your homeland will be safe and secure. We're going to respond against the actual decision makers, the people who are causing this threat from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伊朗甲伊拉克是派军将非常生气，不过中东地区逊尼派伊斯兰国家选以点点来保持距离。甲伊斯兰当年敌对，算是逊尼派领袖的沙特阿拉伯强调美军无事先间参详，只讲各方爱站站，防止情势继续紧张。沙特阁派出高层官员分别去美英进行外交参详。王储沙尔曼亲王也敲电话予伊拉克的世界派总理马蒂，甲库德族出身的总统萨利赫。伊拉克国内各族群派系对是毋是互美军投资也无共识，不过这外国部队已经主动暂停协助伊拉克维安的任务，集中全力维持本身伫伊拉克每一个机构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印度反公民化的示威又搁爆发冲突，当地时间7日暗，示威学生互警察赶，嘛造成有人受伤。学生又搁上街头抗议，是因为50多人冲入去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拍老师佮学生。学生嘛认为讲这是政府伫背后的使人。警察也军啊拍学生，连女性嘛共款照拍，这示威者强拍着巴肚，疼甲倒伫涂骹，警察也是继续拍。
这是发生在印度东对初六的暗时，反公民法小学生伫这各大街头甲警察对立，部分学生也滚啊呛声，结果原本无等待警察，雄雄冲过去，赶走民众，场面真混乱。原因是前一天，也是当地初五暗时，有50多个和平的人去首都新德里尼赫鲁大学拍反对公民法修正学生，来阻挡教授嘛强拍，有24个师生受伤带病院，连学生会长嘛受伤。50 साल में पहली बार जेएनयू के कैंपस के अंदर ये हुआ कि आरएसएस के गुंडों के भेजकर एबीवीपी के साथ जो आरएसएस एफिलिएटेड प्रोफेसर्स हमारे कैंपस के अंदर है मिलके एक ऑर्गेनाइज्ड अटैक स्टूडेंट्स के ऊपर करवाए हैं।学生认为这是支持政府的全印度学生协会所做的，不过因否认，无人怀疑幕后指挥的是政府甲警察，目的是要打压强迫反公民法学生。消息传出了后，大学生真生气，伫新德里正各大孟买顶地示威，要政府互因交代。This is sick. Where have we come to? I mean, violence in universities? I cannot even imagine this. 印度警方表示，当地调查，印度国会去年12月份通过公民法修正案，允准2015年之前，因为中国迫害为阿富汗、孟加拉、巴基斯坦走过来难民，取得印度的公民身份。不过，拜登穆斯林引发抗议，不过政府拒绝让步，佮用强力镇压。去年12月15，警察甚至到新德里的伊山大学拍人。1月初5暗时，尼赫鲁大学攻击已经是当地第2间大学发生流血暴力事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康保迪亚柬埔寨南部一栋的整修的饭店哦，顶礼拜5放起，造成30来人死亡，20多人受伤。印尼伫昨午嘛有一栋50楼高的厝，嘛是雄雄放落来，造成至少2个人受伤。怪手无休困，一直学救援人员甲时间比赛，要找出生还者。柬埔寨南部沿海北尾市，顶礼拜5下晡，有一座施工中的旅馆发生倒气意外，70楼高的建筑全部倒落来，有90个工人甲因的亲人拢待伫石头堆中。柬埔寨总理洪森嘛伫事发了后，为首都金边赶到现场，嘛伫初5宣告救人的行動已經結束。យើងចាត់ទុកថាយើងបានបិទបញ្ចប់នៃយុទ្ធនាការសង្គ្រោះរបស់យើងដែលប្រើរយៈពេល43ម៉ោងនិង20នាទីសរុបទាំងអស់គឺ50ទាំងស្លាប់ទាំងរបួសចំនួន59នាក់ស្ត្រី22នាក់ហើយtrongនោះក៏មានកុមារានិងកុមារីផងដែរ 这个意外造成36个人死亡，富人人甲儿童就占一半。不过好消息是有23人强救出来。目前因知影，负责工程的人已经伫意外中不幸死亡。那这栋大楼的所有人，柬埔寨翁仔堡就去警方抓起来。镜头转去另外一个东南亚国家印尼，首都雅加达初6早起，嘛发生一件类似的事件。 有一栋50楼高的建筑雄雄倒去，造成上无2个人受伤。虽然唔知影大楼到底为怎样倒去，不过救援人员怀疑可能甲顶礼拜大水河淹水有关系，因为部分楼层欠缺排水系统，互建筑未堪的雨水的外力作用，才会放落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德州有一位阿伯一岁查某阿姨哦，因为有先天的心脏病，必须要靠卫生系统才法度活落来。最近病院佮家属为了敢应该继续来治疗，维持伊的性命，双方的拍官司。 去年2月份，早赛查囡仔听斯里因为先天性心脏病，引发慢性肺病甲严重的高血压，一出事就带入去德州一间儿童病院的加护病房。经过7摆手术，伊的病情无变好。去年7月份，伊把无喘气，交大拢爱外口呼吸器，甲大量的定情剂。去年11月份，院方认为已经尽全力，根据德州的10天法则，要求家属伫10天内找到新的治疗机关，无会停止治疗。 What's sad about this situation is that Tinsley is suffering every day and she is in pain with everything we do to keep her alive. Just changing her diapers, turning her over so that she doesn't develop bed sores. All the things we have to do to keep her alive and keep her better.
or keep her well is causing her pain and causing her suffering. And we don't want to do that any longer. 拒绝甲查某囝的卫生讲挽掉的天使莲妈妈告上法院，伊表示感觉查某囝有意识，伊上爱看电影《巨魔》，结束时阵佫会哭，而且伊无介意热头脏。审判第一个法官原本裁定会当暂时使用卫生系统，毋过伊的公证去病院接期，接手另外一个法官顶礼拜做出将卫生讲挽掉的裁决，毋过是同意可以7天的时间。We will continue to talk. We will continue to confer and deal with them and work with them and talk with them. After all, that's her baby. 天使莲妈妈目前伫反提囡仔团体支持之下提起上诉，嘛咧找敢有其他医疗机关会当互查某囝转院。进前德州病院表示，连到20外间机关无一间要接手。不过高伫媒体报道了后，天使的故事已经引起各界关心，加上会替伊的存活拼到底。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新闻，咱继续来看劳工退休金的新制度已经办15档了。今年的7月份会有第一批符合新制度资格退休劳工哦，是一届领，大约会使领到60万，一个月领，平均每个月会使领2000外块。到底安怎领还会好咧？咱做回来了解。伫台北市南区百大卖点心的李先生58岁，过2年就能退休。严过伊讲，伊10年前伫咧中国做生意失败，返来台湾了，工作真歹做，也无想要退休，先找一个头路过日子。退休的话就没有办法去那么早去想到要退休，就变成说我能赚多少是多少。那伫台湾工作年资满15年、60岁以上的劳体薪资劳工，今年7月就能向劳保局申领退休金，全会总金额加投资收益若算在内，差不多388亿7000多万。第一批纯薪制符合资格的劳工，共是有6万多人。若是一边请领，平均每一人60万；若按月领，平均2084。劳务士协会以最近3个月提领平均工资38574块来计算，估计大部分人的月领金额无到2000。他的本金加投资效益的话，加起来大概40几万而已啊。换算下来，每个月只有大概不到2000块，而且还加上以后的钱，大概还会通货膨胀，还不如先把它领下来，然后看自己的规划。咱国的劳工退休金制度分做2部分，对劳体薪资劳工来讲，未来有劳保年金加劳体专户2条钱会当领。若是拢按月领，劳保年金是活偌久领偌久。但是头家每个月拨6%的退休金专户是以平均有命利率等因素来发，所以劳务士协会认为专户内面的钱按月领较算袂好。你会想要一次领还是分月？应该分月吧，免得一下花掉了。要怎领，每一人想法无同。因过劳务士协会提醒，2种退休金领的方式会当分开，无一定爱白做伙，民众会当选对家己较有利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病人自主权利法，去年通过实施已经满1年，超过11000多人有签署。卫福部昨晚宣布讲，新增加渐冻人等11项疾病，卖使来使用这个法案。为了保障民众自主决定敢要急救的权利，台湾病人自主权利法去年1月7日开始，民众会当事先来签伊立的医疗决定书，伫咧性命危机等5大条件之下，选择接受还是拒绝医治性命治疗等的处置。新法开始1年以来，已经有11000多人完成签署。卫福部宣布会新增加11类罕见疾病患者通好使用。多数属于罕见疾病，那他们的病程发展呢，的确在还未到这个前面的这4款情形啊，比如说末期病人或者是这个严重的这个昏迷，都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其实也已经受了很多的痛苦。卫福部表示，包括多发性系统萎缩症、亨廷顿氏舞蹈症、肋骨脆性筋膜萎缩症、球形式筋膜失用症、微团性表皮分解性水泡症等等的11类疾病，拢会当纳入去病主法的适用对象，超有32000人。啊，毋过医界嘛认为，病主法要开始嘛是要面对真侪挑战，包括家属的观念改变需要时间，咨询要自费2000块至3000块，建议政府到社区或者是朋友团体要加强宣导。除非是用团体卫教的方式，要不然一般来讲一天做这个能
能做的这个咨询是有限的。卫福部强调讲，为着要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低收入户也是中低收入户等等符合咨询费用补助对象，会当免费来接受咨询。目前全国已经有140间医疗机构提供一律医疗咨询的服务，呼吁民众应该爱重视家己的权利，大家拢来签一律医疗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找到伫台东大海体育高中来成立东部训练基地，正做国家运动选手甲开的3级运动选手训练的场地。摕到2020奥运资格游泳选手王新浩嘛来遐做训练。东部国家运动训练基地找人正式伫咧台东大学附属体育中学成立，教育部小连续补助1亿，改善体中各项运动场馆、甲国际级电竞场等等的硬体设施，毋但提供予国手异地训练的场地，而且佫会当提供予国外甲东部地区3级运动选手当作是比赛甲训练的游泳场地。在设在这个地方之后，那么不管你念哪一个高中、哪一个国中、国小。每一个礼拜就有一个固定时间，可以到台东体中来共同的训练。国训中心东部基地正式成立了后，第一个入来训练的是2020东京奥运游泳培训队。今年好好的来备战奥运，因为目前我们已经有2位选手取得正式的奥运资格。游泳国手王成浩去年伫咧香港游泳公开赛200公尺混合式摕到金牌，而且用1分59秒44的成绩得到国内第一个奥运 A 票的资格。这届嘛随对刷来台东训练，目前离东京奥运剩7个月。王成浩希望通过更较侪测试的比赛，替台湾伫咧奥运的时阵来争取公赢。就是可以游进决赛这样子，就是可以缔造台湾没有人打过的纪录这样子。国训中心表示，除了游泳队，未来阁会继续安排各项奥运国手异地来台东训练，增加选手适应各种无同环境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秋冬旅游补助对去年9月份开始也毋过为伫台北市大同区的191旅店，互人检举讲收集民众的身份证资料早领补助大约500万旅店的负责人目前已经互检方收押禁见了。大楼的旁边挂一个看板，写着“大锁休困上2楼”。这是伫台北市宁夏路的191旅馆，进前互人检举涉嫌收集民众提供的身份证，搁再向台北市政府办协销作业，早领秋冬旅游补助费甲夜市馆。厂商是在10月、11月送件，我们在审核以后发现里面文件怪怪的，业者是说他们资料有错误，要求我们要还回所有资料，我们都一印一份，移送检调，同时侦办。台北市管团局讲，秋冬大数补助1000块是律师比例分。这间旅店伫咧补助一开始了就大量申报，而且真侪证件拢是台北市民。12月更加因为量伤大比例馆，被发现大房率异常，好在在钱还未搬来。检警查出旅店4多位负责人，去年9月告嘛，甲亲戚朋友或者是业者附近的民众，照因的身份证甲健保卡来翕，各交予每一人先来赔400块的现金，甲200块夜市馆。各甲因讲因带日期甲房号，若拄到有人问的时阵，一定爱讲因有带。没有实际住宿，他们只是拿身份证或健保卡资料给这个被告，那被告交给他的员工去伪作登录说，他们有住宿一个房间。检方讲早领金额的部分，一直到目前调查资料，台北1馆、2馆加同馆总共4439人，初步估计总金额超过500万。检方伫咧核实了认定4多位负责人涉嫌诈欺处财罪、甲违反商业会计法定罪嫌，嫌疑重大，并且交战强犯甲暧昧证据的疑虑，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其他被告是分别以10万块交保、限制大拘或者是请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保利达伫2012年，互查到讲饮料的罐载着有 PVC 的成分，当作喷射式会产生带奥辛，互环保署罚2倍，清除处理费3亿831万保利达提出行政诉讼也毋过拢败诉，又搁申请宪法解释。昨大法官是开说明会，互双方甲学者来表达意见。
保利达的饮料罐内底塑胶材质已经对 PVC 换做 PE， 因为伫咧2012年的塑化剂风波，保利达去用查出2008年11月份到2012年10月份，差不多是4年的时间，饮料罐材质拢是使用 PVC， 毋过 PVC 烧了会产生带奥辛的毒，所以去环保署加重扣2倍资源回收清除处理费，要纳3亿831万。是我们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不是说我们要短脚，是不知道。保利达主张当初是因唔知影工厂生产的罐有 PVC， 所以采取法律救济，啊，毋过行政诉讼一路败诉，所以佮向大法官申请释宪。初6早起大法官举办说明会，争议点包括使用 PVC 加重2倍费率的规定是拄倒位来的。当初是怎样算出这个标准？费率敢是环保署讲的就准数？保利达嘛指出，伊个罐较细，有 PVC 的量明明就比酒柜的罐头罐佮较少，啊，毋过去用扣的费用煞较济，敢若因为下骹的玻璃罐仔较大，无符合比例原则。PVC 微量，但是你变成要整个都再搅一次，这样就有点不公平。然后搅得比酱瓜还好。对，讲比酱瓜还多。我们是希望是从制造容器的制造商那边去刻，再转到我们这边来，那这样就大家都不会产生不公平。不太需要提示线，因为法律没有问题啊。他今天只是针对这个费率有问题嘛？那费率有问题，他应该透过行政的管道去跟环保署再去讨论。或者甲环保团体嘛认为 ，PVC 对环境有危害，嘛是一级会致癌的物质。环保署加重扣清除费，才会当服业者愿意淘汰无符合国际潮流的塑胶材质。啊，若是费率敢是要定紧绷的限制，各方嘛有无同的看法。记者综合报道。伫初5的时阵哦，南投有民众看到讲有人骑奥多摆载面床，甲规条马路拢占掉的，实在是真危险哦。警方是表示，若属是超重又搁无固定，会使罚钱；若属发生意外，造成有人受伤，就有刑事责任。徛伫慢车道后边拖一个大床珠啊，长宽超过2公尺以上，一路摇来喊去，佮将慢车道占一大半，后边的车看甲真紧张，烦恼发生意外。一定很危险。如果视线不好，然后如果后方有来车，如果撞上的话，可能双方都很危险。有民众伫南投的南公路翕到安尼画面，讲实在是伤过喊啊！附近的家具行业者看到这查甫人安尼搬分，讲实在真危险，因为装珠啊超过40公斤以上，就算一个人讲也真吃力。机车载分无真好固定，互人心惊惊。床垫这么大顶，它一定要有一个重心啊！你重心一个摩托车这么小，空间都不够了，怎么可能去顶一个床垫呢？不少人也伫网络分享翕到震撼的画面，有人载着几个箱仔，塔超过2公尺，伫车顶弄来弄去。另外，也有将床珠啊或者是大型家具直接用机车载运。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88条，机车载回关道边超过肩胛头，跨道边超过8尺外沿10公分，长度位开始边向前伸出来，向后边伸出车尾部分也免超过后轮条0.5公尺。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31条，那个5款可以处罚新台币300元的罚款。亲像安尼已经明显违规，应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处新台票300到600以下罚款，砍车牌各罚300到600。假使引起交通意外或者是别人受伤，违规驾驶也会吃官司。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这几天空气污染是真严重哦，市长罗秀燕初五是要求各单位要针对污染源来管控，嘛要求警方要协助交通的勤务。昨高雄市除了大忙，靠线的条件嘛是无介好，有9个观测站拢出现伽马射警示。空气真歹，规个天顶看起来雾茫茫。不过基层员警伫咧上下班时间，也是徛伫路指挥交通。或者尽量莫停伫咧遐空胖制造污染，也不过互人看了真唔甘。他站在街头也算是蛮危险的一个区块啊。对，如果那个驾驶员一不小心、一不留意，也可能会撞上他们啊。对，空气这么糟。对啊，没错啊，所以他事实上比我们更辛苦，因为他们也没办法戴口罩。台中市府初5伫环保局开空品应变指挥中心会议，市长罗秀燕要求各单位协调大型的污染源，加强节电管控、自主降载，并启动相关部会的营运机制。交通警察加强疏导交通量能，管控移动污染源。偏偏车停落伫遐空胖，造成空污更加严重。不过民众担心警察的勤务会更加重。他的目的还是要疏导交通为主。那你如果说车辆没有拥塞的话，
相对的车辆就不会去怠速。那不会怠速的话，相对的这个空气品质就比较好一点。伫南部的高雄，早起市区也是雾茫茫，市区水下大楼强要看无，出现低空分布的情形。西半部呢，也是处于一个背风区啦，那所以空气品质也是比较差一点，那空气品质呢，提供了一个适当的一个临结合。高雄气象站讲，大部部国家北方面的扩散无好，造成空气污染物累积，天顶才雾茫茫。高雄市环保局讲，这几天透东风，南高屏是伫东风中央山脉的北方面，污染物较无法度散开。3站的话是属于空气品质黄色普通，另外有9站的话是出现所谓的橘色提醒。高雄市环保局讲，虽然早起复兴7站的空气品质指标指数到153，对所有族群拢无健康。环保署讲，虽然是立冬以来空气污染影响范围上大的一天，根据空气品质监测网页显示，早起9点有39个7站测到伽马式以上的不良等级，估计才到初7。另外一天，东北季风来才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下晡嘉义县发现规模4.7的地震，深度敢若7.7公里。根据统计计，对新历年到大已经超过4天，拢出现有感觉的地震，甚至伫日月潭有民众看到稻滚死规路，鱼仔嘛拢死规定的现象，惊讲敢会是大地震的前兆。毋过气象局是表示这甲地震无关系。台湾钓大面向水面球，也有真侪稻粉死伫地面。这是当地自然生态观察家总部馆为跨年暝连续看到的奇怪现象，也互伊真烦恼，是毋是甲地震有关系？鱼仔是伫水底咧扫的，伊会走去面顶就是有原因。较少伊嘛共款啦。伊讲过去动物有寡奇怪现象，拢会加做地震前兆观测指标。在初六下晡，嘉义发生规模4.7地震，深度7.7公里的浅层地震，加上跨年暝了后，连续几天出现有感地震，互居民烦恼是毋是惊醒？我们初步判断应该是比较没有关系，因为最近的天候变化可能会造成一些动物的行为的一个异常，那可能不会直接关系到跟地震有关。气象局表示，南投这奇怪现象甲地震无关系，大家唔通伤过烦恼。后续会密切观察是毋是有异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澳洲这2日虽然有热雨，也毋过树林的大火嘛是搁继续烧，死亡人数已经到25个人，大约51只的动物嘛拢互烧死。然后澳省的外海有一个地手岛有几啊千只的无尾熊，搁有地鼠，搁有羊仔拢互火烧死。澳洲的野火影响范围扩大。伫咧南澳省外海的地处岛，差不多4400平方公里，也就是全岛1/3的面积被烧掉。四界拢是动物被烧甲臭大的尸体。地处岛因为有丰富的自然生态，是将热门的观光景点。顶头差不多5万只无尾熊，即马已经有几多千只无尾熊、地鼠、羊被烧死。有人甲救出无尾熊交予野生公园的工作人员。Every day they're getting pain relief, all of these guys are. We're also treating them for severe burns on a few of them, minor burns on others. 生态学家也担心，伫咧岛上强要绝种的底质乌黄头鹰钩鸟，目前也无法度确定死亡的数量。因过真侪栖地被破坏，未来生存真困难。伫咧这个岛出事已经71岁史坦顿讲，毋捌看过这么大的火。The wind was howling. The wind was created by the. It was a strong wind all day. It was just horrific, unbelievable. 澳洲的野火到即马已经烧掉超过800万公顷的土地。索利大学生态学家讲，新南威尔斯省有将近5亿只的动物死亡，包括哺乳类动物、鸟类，也个爬行类的动物。也有来自美国、英国、香港、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志工团体，为烧伤失去爸母的无尾熊、甲地鼠、蜜蜂等动物的阿姨啊，做几多摆的育儿地啊。虽然新南威尔斯省有连续2天落一寡小雨，不过当局警告讲，伫初九如果恢复高温的天气，就澳洲目前经济损失是真歹估计，敢若是说一天就超过5000万美金。总理莫里森讲，政府会伫未来2年拨20亿澳币，差不多新台币417亿来重建。记者综合报道。最后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8度。花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